好，来继续来看总统蔡英文的博士论文，早起10点，伫国家图书馆正式来上线，回应外界对伊不实的攻击。可能是等要下载的网友伤多咯，所以这个下载的时间都要1点钟。蔡总统同一时间是去微软参加人工智慧研发中心的扩建落成典礼。我们微软 AI 研发中心正式扩建落成。参加微软 AI 研发中心扩建的落成典礼，蔡总统甲 AIT 处长同台，伊嘛称赞微软有创新能量不断的进步，嘛互台湾走向世界。在民主自由环境成长的台湾的年轻人绝对可以让大家放心，所以我很有信心，微软在台湾成立 AI 研究中心一定是最好的选择。另外，蔡总统读英国伦敦政经学院的博士论文，嘛正式伫国家图书馆上线。总统府官员前一天下晡才把论文送入国图，27日下早10点公开上线。有可能是线上等候网友上多，99枚大小的 PDF 的档案，网络淡薄卡，想要下载来用袂少时间。35年前的教育部绝对不是民进党的教育部，更不会是蔡英文的教育部嘛，不是吗？蔡总统提出实际行动，化解外界的议论，搬开2020连任路的大石头。